后来继续来看台中清水的指分岩，提出着防疫的计划，向台中市政府申请未开放，开放信众会当入庙来参拜。庙方讲，一切遵守着防疫的规范，而且采单一的出入口。为着要减少着群聚，目前敢若开放1楼，予民众来拜拜。 总算会使过入庙内替厝内人求平安，因为13起全国宗教场所温存未解封，清水指分岩向台中市政府提出防疫计划了后，经过核准，逐工拢有真侪信众入庙参拜。即摆目前的人数一天是到目前人数是差不多200-300人，出入内底是差不多40-50人尔，阮拢控制非常的好势。 庙内嘛用单一的出入口，以无超过99个人为主，方便管制。目前嘛，敢若开放1楼予信众参拜，若抽签跋杯这个服务暂时取消。无咧跋杯，这无跋杯，这拢无，嘛无抽签，家己来拜拜安那样。因为市场足好诶，拢爱来辅助遮啦。阮拢有大家拢有分开安尼吼，照政府的配合安尼吼，互阮安尼足感恩的啦。 台中市民政局嘛表示讲，目前已经有清水指分岩甲台中临时宗庙完成防疫计划备查。那乌日的政府书院甲无方的圣灵宫嘛已经提出申请，目前由区公所伫审理。